好啦，實際上日本個態度其實係越嚟越強硬㗎。首先，日本嘅政府由上至下由左至右你講得出嘅基本上都係出嚟係一再重申，不會收回任何言論都不但止而且日本舉國上下呢，亦都反中情緒越嚟越激烈㗎。好啦，換言之，再用其他嘅手段想去逼使個日本政府忽然之間向你跪低，係收回個言論，基本上行到嚟今天已經係不可能嘅事情嚟㗎啦。好啦，因此我哋睇得好清楚啦，你就會發現咧，中國大陸其實原來係完全係冇預備過係所謂嘅後着㗎，好可能係臨急抱佛腳後來先發現原來當對方不肯就範嗰陣時原來自己就係並沒有係做好準備。好啦，因此再動下一個念頭會係咩呢？就係可能件事有機會變成咗係要升級成為戰爭。